心想事成第19條法則：常想美好事物。心裏想着美好嘅事物，就會發生美好嘅事；心裏想着壞事，就會發生壞事。我究竟係邊個？相信有時候你都會有呢一種疑惑，答案或者有好多種。例如自己係陳某某嘅仔，或者某某公司嘅職員，或者某某大學嘅學生。如果進一步去追究自己係邊個嘅問題，你會發現自己就係自己所想、現在所感覺到嘅自己本身。當你心中充滿幸福、好開心嘅時候，嗰個係你自己；當你沮喪、感覺到不幸，亦都係你自己；當你正在諗你希望嘅好事情，嗰種想法就係你自己；當你喺度思考某一啲壞事，亦都係你自己。由此可見，你並沒有固定嘅自己，你隨時都不得不做適當嘅選擇。無論你係思考好嘅事情而感到好幸福嘅人，或是滿腦子壞念頭而感到不幸嘅人，全部都係你自己選擇。你可以選擇自己嘅想法，而摩菲法則告訴你如何選擇更好、更幸福嘅你自己。經常思考美好嘅事情，期待發生好結果嘅人，會產生一種能吸引好事情嘅磁場。如果你經常期待美好嘅事情發生，你嘅潛意識會引導你把握好機會，好似洛克菲勒、美國石油大亨等等獲得大成就的人，以及我們周遭的中小成就者，佢哋都係人生光明嘅一面比較敏感。圓夢小語：天天都是美好的，一定有美好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